台南县呢，怎么变县市而已？会不会是那个2010年的圣诞节12月25号？2011年是民国100年，2010是民国99年。它行宪纪念日是12月25号。哦，为什么要选12月25号？那个2011年就进入那个中华民国100年了。它开国纪念日10月25号，它行宪纪念日12月25号。台南县市的变可能是12月25号，印象是这样。2010年12月25号了，台南县市合并。这里还有台南县的证明。